顏寶剛嘅專欄《政經年代》標題係由美財長罕見點名批評中方談判代表講起，中美博弈的新常態。喺呢一輪又一輪講唔清第幾 round 嘅中美談判裏邊，真正令人不安嘅唔係政策本身，而係節奏同敘事嘅任意切換。前一日仲係峰會將見，互釋善意，轉眼就係港口費、稀土限、關稅表點名批評，市場情緒喺社交媒體同記者會之間被牽引得忽冷忽熱。當權力將談判變成可直播嘅劇場，每一次語氣嘅起伏都被放大成金融變盤嘅前奏。而當金融市場嘅戰動反過嚟改變談判嘅算法，政策就唔再係治理工具，而成為互相校對對方痛點嘅槓桿。喺精心編排嘅國際外交世界，談判代表好少點名指責對方。美國財長貝森特就啱啱打破咗呢一條不成文嘅規定，但喺上個星期三一場新聞發佈會上，貝森特公開點名中國商務部副部長李成鋼，話佢喺而家嘅貿易談判中係一個無禮而且好難搞嘅人物。呢一種罕見嘅公開譴責，揭示咗特朗普政府內部對北京方面政策嘅深切挫敗感。係乜嘢促使咗呢一次不尋常嘅譴責呢？據貝森特話，喺同中國進行4輪富有成效而極大嘅尊重為特點嘅貿易談判之後，呢位副部長不請自來咁抵達華盛頓，並帶嚟咗一個煽動性嘅威脅。貝森特話，佢傳達嘅信息唔係談判，而係要挾。佢話，如果堅持徵收港口航運費，中國將引發全球混亂。現實係表面雙方各出重手，中方對航運同稀土出手，觸及美方關鍵供應鏈神經；美方則高舉關稅與戰略產業重鎮嘅旗幟，從飛機引擎到造船、礦產，處處暗示我哋仲有牌。不過，如果將鏡頭拉遠，呢個並非單純嘅以牙還牙，兩邊其實都喺交易時間與不確定性。邊個能將市場嘅劇烈反應推遲到對自己最有利嘅政治時點？邊個能喺台上多換一份籌碼？於是我哋睇到強硬話術同溫和表述成對出場，日頭就怒火，夜晚就關係好好。今日嘅100%，聽日就仍可相談。呢一種矛盾唔係秩序，而係計算，用最大聲量換最可控嘅代價。如果要為而家嘅局勢揾一條邏輯主線，答案多半不在鷹與鴿，而係金錢與債務。而美方嚟講，核心變量係金融條件穩定同信用成本控制。股市不只係政績嘅舞台，更係國債再融資嘅溫度計。任何將通脹預期推高，令長期利息失錨嘅衝擊，都唔係能長期承受嘅風險。對中方嚟講，內需轉弱、產能外溢同科技去依賴同時發生，外部摩擦既係壓力，亦係工具，藉由拉高外部對抗，凝聚內部敘事，爭取轉型窗口，並喺人民幣使用場景、原材料定價權同有岸供應上試探邊界。雙方嘅底線都唔係抽象嘅國家尊嚴，而係極為具體嘅資金價格同就業韌性。產業層面上可被武器化，成為決策第一性原理。晶片早已係地緣風險嘅代名詞，稀土嘅敏感度速度上升，港口費用、保險條款、出口許可，甚至第三國中間環節都變成策略節點。呢個迫使跨國企業將成本改寫，將單點最優換成多點採購，將即時庫存換成安全多元配置，將全球化嘅效率折成區域化嘅保險。短期睇嚟，通脹壓力同資本開支上揚幾乎不可避免。中期嚟講，邊個能夠喺成本上限內完成供應鏈模組化，邊個就有更大議價權。金融市場嘅陰影同樣不容忽視。當黃金被作跨元嘅避險語言，
佢嘅價格變成對體制信任嘅反向投票。當美元嘅無替代性與其自身通脹、利率增長嘅三角拉扯同時存在，政策傳導對資產價格嘅非線性衝擊就會更大。真正嘅關鍵在於最後買家。一旦外部拋壓與內部融資相遇，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是否以及如何伸縮，會將政治選擇直譯成市場價格。呢個唔係危言聳聽，而係10幾年嚟央行化治理嘅邏輯延續。當然喺外交語境裏邊點名對方談判代表，拉高話語分貝，並不意味下一步就係斷裂。相反，越接近高峰會，越需要為台階預做鋪墊，以延後加徵、設豁免清單、換暫緩管制、擴大第三方採購、共同定義敏感項目等技術手段，去兌現談判嘅政治承諾。呢一種兩手政策嘅有效性，取決於兩件事：第一，能否將外部風險分攤到更多盟友身上；第二，能否令內部承受到喺社會層面可被接受，亦就係話痛要合理，風險要可見，代價要能算。值得警惕嘅係，我哋嘅公共討論越嚟越似市場嘅一面鏡，追隨即時波動，而忽略結構變化。社會輿論對中間敘事已變得冇耐性，主張階段性互惠之槍者被扣示弱之武，倡議有限度出口豁免者又被斥背叛。但係呢一場較量從來唔靠單次重拳決勝，而靠一系列可審核、可調校嘅機制累積成果。真正成熟嘅談判唔係立刻抽走風險，而係將風險分區，將成本定價，將衝擊延後同平滑，用制度替代脾氣，用規則對沖情緒。喺更長嘅時間軸上，跨國企業同資本市場對秩序嘅影響力已靜靜咁超越好多傳統外交手段。邊個擁有計算力、關鍵材料、全球分銷同資料治理框架，邊個就能定義遊戲。標準競賽同供應鏈政治最終會合流，成為下一輪全球化嘅關鍵。若呢個係新常態，則政策與企業都需調整思維，從一次到位嘅宏大敘事轉向可修可補嘅工程化路線圖。因為咁，對決者請將風險管理前置到談判開端，而唔係事後滅火。中美之間嘅每一次你來我往，都喺度提醒我哋，世界唔會因為喊話而簡化，將談判還翻俾治理，將市場還翻俾定價，將社會還翻俾常識。靠嘅唔係更尖銳嘅口號，而係回到以事論事。目標係乜嘢？替代方案係乜嘢？代價由邊個承擔？點樣機制化退出？當我哋願意喺兩極之外為現實留一條能走嘅路，強硬就不必等於冒進，妥協亦不等於投降，而所謂嘅新常態，先至不至於總係驚嚇嘅形式抵達。本報專欄作家所提出嘅批評，旨在指出相關制度、政策或措施存在錯誤或缺點，目的係促進糾正或取消呢啲錯誤或缺點，循合法途徑予以改善，絕無意圖煽動他人對政府或其他社群產生憎恨、不滿或敵意。